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即马行政命令呢已经签几啊条，嘛因为这时间上过迫，所以互法官呢是未赴来接，白宫就来批评阻挡行政命令的法官，就是司法的激进分子。川普甚至佫讲，这法官呢是有严重的违规。这学者是分析讲，政府若准备来无要插这个法院的判决，后手恐惊引起宪政危机。 美国总统川普第二届执行了后，一个上台就发布真侪行政命令，暗过雪地全国引起几60场诉讼，包括撤销非法移民美国、出示子女的出生公民权、禁止跨性别等真侪项改变以往联邦的措施。相关人士甲组织拢争取司法救济。 面对法院内的阻挡，川普指控法官犯下严重违规行为，白宫也批评阻挡法官是司法激进分子。 The real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taking place within our judicial branch, where district court judges in liberal district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abusing their power to unilaterally block President Trump's basic executive authority. We believe these judges are acting as judicial activists rather than honest arbiters of the law. 川普第一任期，某一寡引起真大争议的官司，各甲最高法院到尾拢以违反行政庭司法输去。第二届执政，嘛伫咧冻结联邦经费的拨款，删减生物医学研究经费，加政府网站移除卫生数据等命令，叫法官以违反行政庭司法动落来。美国1946年通过立法的行政庭司法，允准法官停止联邦机关独裁个反起反倒的施政。川普发布真侪行政命令，目前拢予联邦法院以临时禁令动落来，予川普甲官员真不满。暗过诉讼目前拢属有初期阶段，虽然川普承诺会遵守法院的裁决，暗过嘛表示法官当地阻挡伊的整顿政府。学者分析，若是政府无管法院的判决，后续恐惊引起宪政的危机。The crisis happens if the courts get overwhelmed and really can't act, or if the courts act and make determinations in opposition to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and then th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gencies simply refuse to adhere to the court's decisions. That would be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虽然美国宪法明文规定，联邦司法机构是独立的政府部门，有甲白宫同款的权力，不过本质也是政治化的单位。因为联邦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而且终身制。对于川普做出不利裁判的法官，是由6个无共民主党籍加共和党籍总统所任命的，其中嘛包括现任总统川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